早晨，早餐有約，卡學院嘅閒話家常。呢個唔係烹飪節目，只不過咧想透過分享早餐嘅食物，同大家閒話家常一番啦。咁啊，等關心我嘅每一位都知多啲我近況，一啲嘅病情。呢幾日都係公眾假期啦，斷斷續續。今日就5月2，今日唔係假期。不過咧，今日天氣非常之好。咁啊，先睇一睇有啲乜嘢咁特別嘅早餐先。我好中意，因為整色整水啊！好多顏色嘅，咁啊先講下老友啦。老友伴住我每一個早上。好啦，就呢個啦，呢個都唔會陌生啦。納豆，然後將一啲牛油果啦，牛油果墊底，然後一間撈埋一齊食。咁啊就呢個啦，呢個就係青魚啦，好簡單一樣焗咗佢就咁簡單。咁啊就呢個啦，非常之有美學嘅考慮啊，真係好中意。咁啊啲甘筍點啲乳酪，咁就一個雞蛋，雞蛋我就特別落重手多啲嘅羅勒啦，好香。咁啊洋葱啊咁啊，少少甜味，好吸引。就呢一個啦 ，warm salad 啦，甜椒嚟嘅，咁啊視覺上好吸引啦，又紅又橙咁樣。咁當然唔少得一杯無糖豆漿啦。先試咗，冇食咗呢個先，因為好得意啊！整色整水，真係紅綠綠，味道係其次。有益，好食，好好玩。對好多人嚟講咧，呢幾日真係可以自製一個長假期嘅。我唔知呢個假期裏邊你向特別嘅地方去啦。好多香港人啦，即係慣常嘅北上。咁我都係要北上。記唔記得上一集我都提過啦？4月30號我要北上，因為嗰日咧就要睇下究竟我嘅血小板啦，同埋白血球啦，仲有啲肝腎功能咧，係咪真係合格，可以繼續呢個3合1嘅治療咧？咁啊嗰日咧上到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啦，咁咪要照例牌嘅抽血啦，睇報告。咁啊發覺，咦，血小板真係提升咗喎，咁啊勉強其實都可以繼續嗰個口服化療藥進行3合1，但係唯獨就係白血球，咁啊令人失望啦。咁啊都係唔可以繼續呢個3合1呢個口服化療藥啦。咁因為白血球嘅數真係太低，咁就喺當刻就係要打升白針啊咁樣，咁啊升白血球。咁另外要攞2針翻嚟香港啦，咁啊自己同自己打啦。咁希望尋日、今日呢2針嘅升白針可以又提升翻嗰個白血球，因為成日都要兼顧2樣嘢，白血球升，咁啊血小板數目又未必升喎。咁到血小板提升咧，白血球又未必得。呢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個嘅廣告啊？如果太多牛奶，朱古力味冇定期，等到朱古力味翻返嚟，牛奶味又唔爭氣。咁而家就再睇埋星期6啦，即係聽日啦，5月3號。咁佢哋內地係假期，不過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咧，佢有一個特別部門啦，咁係當急診咁可以俾處理呢類嘅抽血嘅。咁我聽日就再睇一睇究竟個打完升白針之後白血球情況點啦。如果順利咧，就可以下星期1咁就開始翻繼續翻嗰個口服化療藥。咁啊跟住交代翻啦，因為上一集都提過要做功課啦。咁我畢業論文原則上都完成晒嘅。咁聽日要俾個稿俾老師睇。咁但係今次就真係有啲覺得同以往進修讀書有啲唔同。咁真係身體係弱咗啦，同埋不再年輕啦，唔可以日以繼日、夜以繼日嗰種啦。咁啊量力而為啦，呢個都係同大家去分享。但求盡咗自己暫時嘅力量，享受個過程就算㗎啦。咁用少時間介紹個論文啦。咁因為我一講嘢我好興奮。咁其實今次成個嘅製作咧，我個作品就係
用緊一種喺香港暫時都仲未好普及嘅舞台表現手法啦。咁叫做演談，或者簡單嚟講就係將演講同埋舞台演出結合，再加上好多嘅劇場效果啦。咁希望將信息帶俾觀眾，製造好多嘅互動嘅機會。咁我嘅論文就係要去論證究竟呢一個嘅手法背後有啲乜嘢嘅戲劇嘅理論啊，去支撐啊，同埋喺執行上有啲乜嘢嘅經驗可以總結，同埋有啲咩可以反省。最後都係講，如果有咩貢獻嘅話，就都要去表達埋咁，諸如此類啦。咁係享受嘅個過程啫。我希望能夠盡快過關畢業，咁呢個係俾自己一個好大嘅鼓勵啦，有目標性嘅繼續邁進。唔知可唔可以喺劇場裏邊又再有新嘅一個篇章，一個新嘅一頁。傾咗咁多先，聽日北上睇下呢個星白針有冇效啦。